新北市一间高中去年的时阵发生挂颔棍的事件，结果造成一个姓杨的学生来过身。一审是预计伫9月30日来宣判。民团是表示讲，这个案件互人看到少年调查官甲保护官的角色是有重大的，互司法的保护力看袂出效果，而且这被害者的权益嘛无受到保障。 新北市姓杨的高中生去年底伫学校内面，互同一间学校的学生攻击死亡，代志发生到打交过外月，一直陪伴杨爸爸的，也想要陪你大汉联名表示，杨爸爸面对官司是真费心神。 我在爸爸身上是看到说，他真的没有完全知道真相。奇怪，这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，要找到证人有那么困难吗？ 高告明指出，讲杨爸爸是被害人家属，唔拿孝事化之孝权法明定，袂当挖供，也袂当公开，相关权益也无受到保障。也若这个案件和其他少年案件同款，关乎的少年调查官和少年保护官就是同一个人，唔若角色有冲突，执行也有缺失，无人去追究责任。 这个少年调查官跟保护官也是司法院抓在手中去保护这些孩子，行那个保护孩子之名啊！事实上整个权利、整个调查过程全部都没公开。你让他说人力不足，他现在就说他要盖3个地方少年法院，为什么一个歌喉他可以盖3个少年法院？你房子越盖越大，你能够解决问题吗？根本不行嘛！ 我们可能不要再讲这个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就是要分开，好，全世界都分开啦。高考明定民间团体表示，这场案件背后凸显到结果的问题，会当讲是完全无进展。新政府上任了后，搁再呼吁参照日本，会当甲少年调查官留伫司法系统，也若少年保护官该去到隶属法务部，互保护和调查职权分明。也若讲到迫险少年的定义，搁再聊较大。针对着少年再犯加致命风险的评估量表，是爱赶紧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